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木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木垂玉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木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回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五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木降下